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牙医师工会来合作，推动偏乡国小喙齿保健相关的计划。这个国际婚论社特别赞助168万25间偏乡的学校，来按这个牙科的设备，要来照顾囡仔喙齿。 即摆人愈来愈注重喙齿健康，毋过增开医疗较欠资源，有的学校无适合的设备和所在，互囡仔来看喙齿。市府开始做喙齿保健设备的计划，嘛摕到国际扶轮社支持，赞助5间国小的齿科诊疗设备，拢总168万。来让偏乡的学童他的牙齿保健，这个计划能够落实。 因为庄脚所在，真侪囡仔厝内拢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，若无法度好好顾着喙齿，囡仔看医生嘛会惊。即摆有专业的设备和环境，互因更加安心来看喙齿。所以说，我们非常谢谢扶轮社，那让学校可以呢有这一套这么棒的那个牙齿保健设备。 学校有专业的设备了后，毛学生更加了解喙齿保养的重要性。 这些科技在这里头哈，我想对小孩子的启发也是很有帮助的哈，也许会更多人认同牙医，愿意投身到牙医这个产业来哈。保持喙齿的健康是真重要的，未来社区若是有需要，国小嘛提供互因使用，保护大家喙齿健康。